在他上班期，他会不停地跟我吻别。尹思辰，过分了！哎呀，你关了他！每晚我们都会相拥入睡。您用了什么办法，分手短短1个月就让尹先生跟您结婚呢？顾小姐，凭我喜欢他。快！您坐。是。拍一下。是啊，有事发生了。你们刚才的问题我都听见了，先不说你们连说话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，提的问题也毫无水准。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，还需要浪费时间吗？我对顾西西一见钟情，于是立马追求她，让她成为我的妻子。所以无论顾西西以前是什么样子，她现在都是我尹思辰的妻子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的话，今天发布会就到此结束。你开发布会就拿这个当证据？你不是和我说没有录音？还给我！尹思辰，你还给我！尹思辰，我真的特别谢谢你刚才为我解围。这个录音笔可不可以还给我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很多涉及到我隐私的东西。你刚刚好像是准备把里面的内容公之于众，现在又说是隐私。顾西西，你这是双标。我刚刚那种情况是迫不得已的。所以你刚才是准备牺牲自己的隐私和形象，来保护我了？不是，我只是想解决这个问题。哎，你还给我！坐好，很危险。然后公主抱到餐厅。尹思辰，我早上吃到的第一口食物是他亲手跟你说坐好。还给我！在他上班期，他会不停地跟我吻别。尹思辰，过分了！哎呀，你关了他！每晚我们都会相拥入睡。清晨，他会用一个深情的吻把我叫醒，然后公主抱到餐厅。我早上吃到的第一口食物是跟你说了很危险。你先把那个关了先。他会不停。还给我行不行？你还给我吧。要我还给你，也很简单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答应你。这么爽快？就是我之前说的，合约延期3个月。不可能。然后公主抱到餐厅。我早上吃到的第一口食物是他亲手做的。行，我答应你，行了吧？好的。